大家好，我係一仔，歡迎嚟到一本說書。我哋每星期都會揀一本好書，大家可以喺一本平台輕鬆買到。透過幾分鐘嘅分享，希望帶你走入書本嘅世界，帶嚟一啲啟發同收穫。快啲訂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啦！當日本人遇上茶餐廳，我哋成日話，一個人如果喺一個城市住得太耐，對身邊嘅一切就會習以為常，甚至會變得麻木。你每日落樓去茶餐廳食個早餐，伙計擺低一杯水，你熟練咁將筷子擺入去洗幾下，然後嗌一句伙計 A 餐，看底凍奶茶，你會覺得呢啲舉動有咩特別呢？當然，對我哋嚟講，肯定會覺得有咩特別。但係如果呢啲日常落喺一個由日本北海道嚟香港住咗10年嘅女仔眼裏面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居港日本人最貼地之香港觀察日記》。呢本書由萬里機構出版，作者叫 May，佢嚟自日本北海道，喺2014年就嚟咗香港定居。講起佢嚟香港嘅原因，特別浪漫。佢讀大學嘅時候睇咗一部王家衛嘅電影《花樣年華》，佢俾電影裏面充滿住人情味同品味嘅香港吸引，甚至覺得喺香港連落雨都非常開心。於是佢透過工作假期嚟到香港，由單身到結婚，一住就係10幾年。幾年前佢大病一場，深感人生苦短，於是開咗個 YouTube 頻道，專門分享港日文化差異。而呢本書就係佢呢幾年嚟最貼地嘅觀察總結。呢杯水唔係用嚟飲嘅。書裏面提到好多我哋香港人每日都做，但從來唔覺得奇怪嘅事。例如話茶餐廳嗰杯水，May初嚟香港嘅時候，發現餐廳俾嘅水通常都係常溫，唔會俾冰水。佢當時以為伙計係咪唔記得落冰？因為喺日本餐廳提供加咗冰嘅水係一種款待同禮貌。如果你俾暖水或者冰水裡面嘅冰已經溶得七七八八，日本客人會覺得你呢間餐廳無誠意，甚至懷疑水會唔會擺太耐唔新鮮。但係令佢更加驚訝嘅係，有一日佢同老公去茶餐廳，發現佢老公居然將餐具擺入嗰杯水裡面洗。佢當時好驚訝，以為老公整蠱佢。佢話：你咁樣做，我仲點飲水啊？後嚟佢先恍然大悟，原來呢杯水唔係用嚟飲，係用嚟洗餐具。坦白講，我有時都喺度諗，呢個真係好似係我哋香港人先會明嘅奇妙儀式。仲有茶餐廳嗰種深色半透明嘅膠杯，我哋都覺得見怪不怪，但係 May 就覺得好靚，好有香港特色，甚至特登買返屋企用嚟招呼客人。結果當然係俾香港朋友笑啦。點解叫凍飲要加2-3蚊？仲有一個我哋日日都會遇到，但係從來冇問過點解嘅問題。點解叫凍飲要加2-3蚊？喺日本，不論熱飲定係凍飲，價錢都係一樣。May 就覺得好奇怪，將冰擺入杯裡面，只不過係幾秒鐘動作，憑咩要收貴啲呢？後嚟佢先知道，原來香港有好多餐廳為咗節省空間，冇製冰機，冰都係問外面嘅冰店買返嚟。大熱天時，送貨工人都要同時間競賽，爭分奪秒將冰送去餐廳以免融化。呢啲背後全部都係成本。知道呢個真相之後，佢終於釋懷。不過佢都好幽默咁問咗句：點解我叫小冰，價錢又唔減啲呢？呢句真係問出廣大市民嘅心聲。為咗慳錢，佢原本係一個鍾意飲凍飲嘅日本人，硬生生逼自己習慣飲熱飲，一飲就係10年。同樣令佢不解嘅仲有，點解麵包漢底要加1蚊？明明喺日本多士本來就係漢好嘅，但喺香港唔漢底先係標準，或者呢啲就係我哋獨特效率文化下嘅產物。冇界線嘅香港人，呢本書仲觀察到香港社會一種好隨性、好 real 嘅狀態。喺日本，餐廳嘅員工同客人嘅界線非常分明，員工會喺休息室食飯。送貨會行後門，避免打擾到客人。日本服務業甚至會用隱語嚟溝通，例如去廁所叫去1號或者去3號。見到昆蟲會話10號台有位五木先生會過嚟，絕對唔會令客人有所察覺。但喺香港呢，界線就好模糊。你會見到伙計就喺店裏面啲卡位同客人一齊開餐食飯。送貨嘅大叔會推住一箱箱雞蛋，大搖大擺咁由正門穿過餐廳行入廚房。甚至經理會喺客人面前將落錯單嘅伙計鬧爆。
香港就係咁直接，唔會掩飾，將人性最真實嘅一面都展露出嚟。睇完呢本書，你會忍唔住有共鳴，好多我哋覺得理所當然，甚至覺得普通嘅香港日常，喺一個異鄉客眼裏面，反而充滿住生命力同趣味。May 用一種非常輕鬆，甚至帶啲廣東話文法嘅筆觸，記錄咗呢啲風景。書入面每一章節仲好貼心寫埋日語教學。如果你想重新認識一下我哋生活嘅呢個城市，或者想知道喺日本人眼裏面我哋香港人究竟幾特別，呢本書絕對值得你慢慢睇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